阿头来祈祷。圣神，阮邀请你，向每一位敲找你、恳求你的每一位兄弟朋友的生命来动工。主，阮需要，阮需要阮的生命会当不断的提升进步。阮需要阮的生命会当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。阮的生命需要有活水的江河对阮的腹内流出来。主，阮无愿意继续留伫你打扫的所在，活伫你油门，活伫你睿智。活伫你绝望的内底，主，阮需要你。愿你的圣神今仔日，你的水流会流向阮每一位，互阮今仔日来到你这个所在，礼拜堂的敬拜，愿上帝你通过上帝你的话语，会通来改变阮、更新阮，互阮的生命无搁再共款。靠主耶稣的名。圣经真清楚，甲咱讲，上帝的旨意有两种，一种是主权的旨意，主权的旨意就是上帝要成就的，无人会当改变。上帝要成就的旨意，无人会当改变。伊讲是就是，伊讲有就有。第二种的是上帝的命令的旨意，就是上帝所要成就的，只有通过咱每一位兄弟。伫咱的生命活出顺服，行入你顺服的生命的时阵，上帝本来的心意、本来的旨意，伫咱的生命才会当成就伫咧。咱信主顶头生的人，咱必须爱去清楚知影这两项会无共款。所以你毋通甲上帝命令你，上帝教示咱的命令，咱放伫一边，无要顺服，你敢逐工求上帝啊，祝福我。帮助我，引带我。当咱的生命若无行入即个内底的时阵，上帝的命令的旨意是袂成就。而咱的圣经大部分的教示，大部分的上帝话，拢是第二种，较侪伫咧，较侪伫咧。第一种的旨意，咱的申命记29章29节甲咱讲，属上帝奥妙的代志，归于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日要和咱分享的这项，会当望咱成做咱生命更新改变的开始。毋通阁继续留伫你旷野的内底，毋通继续留伫你物质的内底，毋通继续留伫你打扫的内底。要安怎知影是上帝的旨意？第一项，读圣经，只有上帝的话会当甲咱讲出上帝的心意是啥物。若违反圣经的教示，咱知影绝对毋是上帝的心意。咱的圣经绝对会去启示上帝的心意。无记载伫圣经的问题要安怎？有圣经有写，咱真清楚。若无记载伫圣经的内底要安怎？咱就必须爱去学习，对圣经的教示的内底去提出原则出来。对圣经的教示提出原则来面对，是毋是上帝的旨意？兄弟姊妹一定爱记住。第三项拢是生命内心的问题啊，内心的问题。所以，迄个罗马人书12章，圣经教示咱保罗先生讲，爱追求圣神，较无圣神。咱已经信主的人，咱是有圣神踮伫咱的内底，但是咱必须爱互圣神来掌管，咱必须爱互圣神来做工，伫咱的生命内底来带动咱、引带咱、充满咱。兄弟姊妹，圣经来讲叫做更新个变化 ，renew。所以你会当信主30天、40天，但是你仍然是靠着你的巴比伦的系统甲制度咧活。你会当继续伫巴比伦的内底，你认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
耶稣基督甲咱讲，好树结好果子。对你的行为，对你的性命，就会咱看出你是啥物款的树啊。咱毋通倒饼，感觉讲我若安怎的时阵，我就会安怎。是好树结好果子，你的性命要安怎？通过你的行为，通过咱的每一天，有人看见的生活，无人看见的生活，结出啥物款的果子？你暗中安怎含你的父亲人咧讲话？你暗中是安怎咧教囝？你互你的囝儿是啥物款的价值的系统思想？兄弟姊妹，好树结好果子。今仔日要重点要和咱讲到6个讨主欢喜的生活方式。6个讨主欢喜的方式，我要为这开始。我要用希伯来书13章和咱分享，但是我要为后面开始。咱来看20节、21节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，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搁起来。21节。互恁伫逐项的好事来完全，来行伊的旨意，佮对耶稣基督以咱的心内行代志，得着欢喜，伫伊的面前，愿荣光归于伊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兄弟姊妹，我为这开始，所以今仔日要讲13章，咱要为倒头来讲。21节。伊伫即个所在，甲咱指出啥物款的生命是讨主欢喜，要安怎当知影？第一，咱的生命要安怎荣光主耶稣，行伊所欢喜的事。兄弟姊妹，咱若要爱会当荣光主耶稣，咱必须爱行伊所欢喜。欢喜即字的原文希腊文嘛，咱甲翻做是啥？被接受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你所做的代志是被接受的吗？被主接受的吗？你的选择，你的男女交往是被主接受的吗？还是要讨主受气？是被主接纳的吗？你做的生理的方式，你的夫妻的对待关系是被主接受的吗？伊讲行伊所欢喜的，所以这个欢喜的代志，所以这个代志，荣光主是一个命令的旨意。你做伊所讲的，伊就欢喜。这是一个命令的旨意。通过伊要因为咱做伊欢喜的，上帝的命令的旨意，伊的祝福就会临到伫咱的中间。你若无做伊祝福的，嘛做无伊接纳的，伊的祝福袂临到伫咱的身上。你来讲但是迄个人为非作歹，佮安尼得到足侪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圣经甲咱讲，上帝袂。只是时间未到，若无上煞要徛伫审判台迄一天，伊绝对袂闪过。所以咱毋通为着上帝的祝福，咱错误的解说。第二个过来就是讲，21节的后面伊讲，伊要通过圣神来成全咱。国语讲成全，即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，伊会通过圣神来训练咱，来装备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神会帮助咱。去训练你，装备你。你莫讲我逐项拢袂晓，就是你袂晓，毋啊需要训练啊。你若会晓，还着去训练。你若会晓的人，你就是足够啊。所以圣神要通过伫咱内底来成全咱、训练咱。要安怎？头前第21节的头前讲去做各样的善事，各样的善事，就是对的代志。好，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我要和咱分享第13章的内底，这个作者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伊用20节、21节做一个结束。伊讲，恁要安怎去做每一项对的代志、善事，要安怎互圣神来装备你，会当通过恁的生命去安怎做伊所欢喜的代志。然后通过做伊所欢喜的代志，互伊得到荣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21节的一个结语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荣耀神？我们的生活，咱的生活到底是有荣光上帝无？还是敢利益咱家己？利益咱家己，还是荣光上帝？
所以我今仔要用6点要来甲咱讲，为13章希伯来书第13章内底，甲咱讲讨主欢喜的6项生活的方式。第一项，咱来看第13章的第1节到第3节。兄弟啊，三听着久长，免得袂记节接待人客，因为对安尼捌有接待着天使，也毋知个，着少年者的受关的，亲像甲因三共款关；少年受卜的，你是恁也有身躯。然后咱过来看第16节，独独行好，甲三讲极，互恁毋通袂记节，因为这号的节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13章的一起头，牧师要甲咱讲出会当讨主欢喜的生活方式，会当荣光上帝的方式。第一项就是爱去听人，爱去帮助人，爱去服侍人。圣经伫即个所在清楚甲咱讲，咱听人着爱久长，爱去帮助人，爱去服侍人。基督的教会毋通跋落去顾家己尔。而且甚至佫讲爱接待人客。第3节佫讲爱去关心这个受捆绑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讨主欢喜的方式，荣光上帝生命的方式，咱是毋是一个听人的人？是毋是一个去帮助人的人？是毋是一个去服侍人的人？咱活水教会，我毋望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。是一个听人、帮助人、服侍人。伫1987年4月19，哇，足久以前啊！恁敢出世啊？1987年4月19，迄一天是过活节，复活节。牧师去到伫美国的 Minneapolis， Minnesota 的 Minneapolis， 就是明尼苏达州的首府。叫做 Minneapolis。4月19，我4月17去到 Minnesota， 你啊过1暝2暝，然后4月19，我困起来，我讲今仔是过活节，过活节较会使无去教会，我就掀 Yellow Page，Yellow Page 就是电话簿，迄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网络，就是。Yellow Page， 我讲我住的旅馆的附近有教会无？我就找着一间离我住的旅馆上近的教会，迄个教会。啊，过活节，我就开车去到迄间教会。过活节，迄间教会是一间真传统的教会的浸信会。啊，我就入去内底坐咧。也毋捌摸任何一个人，一个人都不认识。明尼苏达迄一届是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届去到哩 Minneapolis， 毋捌任何人。过活节，还佫真寒伫咧。4月份在明尼苏达还佫真冷诶，佫上重要是我诶心肝真艰苦。牧师当搬去美国无偌久，真济会无顺利。我互公司派去遐要受训，我性命真睿智。我去到遐做礼拜，我睿智，我嘛是过活节嘛是要做礼拜啊。我也袂讲迄只拢无人捌我，无人看，我就倒伫旅馆，我嘛是去做礼拜。Yellow Page 狠狠的找一间浸信会，我就车驶去入去，我就坐哩，当然毋捌任何人。我就坐伫上后壁。我迄当时的英文嘛毋是介好，当然即摆嘛无偌好啦吼。但是迄当时佫较无好，所以听无讲介有。但是我就去做礼拜，我就坐伫后壁。散会了后，我想讲散会了后，就中昼无看要来倒去食饭。有一个妇人人，老妇人人，我咧甲看伊闪无差不多70岁啊。伊拢活过来，伊甲我讲话。伊讲：
你是毋是今仔日第一届来阮教会？我讲 yes yes yes。伊讲啊，你开来阮教会？我讲啊，著今仔过偌济做礼拜。伊讲哇安尼哦，啊你为倒来？我讲我为 Kansas City 来。伊讲你敢要来阮兜含我做伙食饭？我讲去恁兜，我也毋捌你，你也毋捌我。啊，佮伊是一个富人人，我是一个查甫的少年家。我讲，安尼较有安全，毋是我啦，伊啦，伊毋知较有安全。我想伊可能会想啊，我看伊安尼真有疼心，真慈爱啦，我就缀伊去。我驶车缀伊去。入去到因兜，我才发现到，伊是规个家族拢倒来食复活节啊！是伊个家庭的聚餐，伊个囡仔、伊个新妇、伊个查囝、伊个囝婿、孙拢来。我才发现到讲，哇！我是在加入一个家族的，因为在美国复活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复活节的大餐呐。我就对因食饭，食了，我长话短说，我食了走了，我心里想讲，还有这款的人，伊嘛知影我只是 visitor， 意思就是讲，我是为 Kansas City 去，我毋是住伫遐，伊也毋捌我，我也毋捌伊，就邀请我去因兜含伊做伙食。1987年4月19，牧师阁记了条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咧教示咱的疼，毋是甲疼你捌的人。伊讲圣经讲法利赛人嘛会啊，对毋对？法利赛人嘛会啊，嘛会疼你家己的亲兄弟嘛会啊，较有袂？讲爱疼无熟悉，佮甚至疼受气你的人。啊，所以牧师伫这所在要甲咱讲。圣经教示咱爱疼人，爱帮助人，爱服侍人。当咱有力的时阵，互人会比体较有福气。所以原主帮助咱活水教会是真做是一间袂敢顾家己，会当去疼人。你有能力去帮助人，我即摆毋是咧讲钱的帮助，尔。而是你的时间的帮助，有人需要探访，有人需要关心，咱有愿意无？是散伙，你就走；是离咱的中间有人需要无？离周间有人需要无？所以你这所在牧师要讲，爱去听啦。圣经讲，毋是我讲的。希伯来书第13章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，爱去听人，爱去帮助人，爱去服侍人。来，咱来看第2点，咱来看第4节。第4节伊安怎讲？婚姻人着尊重，曾无垃圾，因为私通行淫乱的人，上帝要审判伊。第2点，牧师要甲咱讲，爱活出圣洁的生命。你要荣光上帝的名，你要爱真做活出一个讨主欢喜的生命的人。爱活出圣洁的生命。而头前第1节到第3节，伊甲咱讲到4种疼的头前的3种，一种疼人，疼家己的兄弟姊妹；第2种爱疼生分人；第3种爱疼受捆绑、受难的人；第4种，伊是在讲到第4节讲到爱疼婚姻、尊重婚姻。兄弟姊妹，你有注意到无？这个经节，伊无讲。老人爱尊重婚姻，也是少年的爱尊重婚姻。伊嘛无讲查甫人爱尊重婚姻，伊嘛无甲讲妇人人爱尊重婚姻。伊讲安那，人拢爱尊重婚姻。意思就是讲安那，你阁有结婚也好，无结婚也好，你是咧交往也好，伊即个所讲的伊所在就是，你的床毋通垃圾，就是讲毋通行伫咧淫乱的内底啊。伊无咧讲结婚的人爱尊重阮，我单身的人我反正为所欲为，毋是安尼啊！你咧交往，
就是爱去尊重。想一想，不可以污秽我们的床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唔通互咱的身躯拍垃圾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人人拢爱活出圣洁的生命。讲到圣洁的时阵，第一项所想到就是淫乱的问题，生命会淫乱的问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，结婚的也好，老的也好，少年的也好，即个当结婚的也好，啊是即结婚40-50档的也好，单身的也好，还佫有啥？逐个人拢爱尊重咱的身躯，咱的要将来伫婚姻的内底，拢袂使伫淫乱的内底。圣经伊无讲结婚的人要尊重婚姻，伊讲人人拢爱尊重婚姻，人人拢爱守伫圣洁的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要荣光主耶稣，你活伫淫乱的内底，我会使讲你已经出局了。我出局了，现在啊，除非你认真的悔改认罪，互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咱。所以第二项，你想要爱活出讨主欢喜的生活，你要做活出一个荣光主耶稣的生活，咱必须爱是过了一个圣洁生活的人。无说特别要讲单身的、结婚的人，可能所面对的试探比单身的较少一丝丝。我讲实在话，恁即个咧交往的，甚至有当时啊，你感觉你订婚啊，你感觉我们已经单调，你敢听？英文单调敢听？单调就是讲啊，已经成了，敢有影？都爱教你主讲阿妹，毋是阿妹啦，I do 迄一工嘛才有算啊，毋是阿妹啦 ，I do 啦。所以你唔通感觉讲啊，我已经是确定要嫁给这个叶叉叉了啊，有吗？所以会记住，活出圣洁的生命，毋是老的、少年的，毋是有结婚的、无结婚的。咱的活出教会，咱深深相信，只有一男一女伫上帝的面头前的婚约，才会通享受伫婚姻内底一切快乐。第三，咱来看13章的第5节到第6节。心智毋通贪财，掠所有的做教业，因为上帝有讲，我绝对袂放杀你，绝对袂离开你。所以咱通好胆讲，主就是帮助我的，我要惊什么？人要甲我安怎奈何？第5节、第6节，兄弟姊妹。第三点，你的生命若要活出上帝的荣光，讨主欢喜，被接纳的生活。第三项，咱绝对爱对爱钱贪财的中间得到自由。第一项爱听人帮助人服侍人，第二点爱活出圣洁的生命，第三爱对贪财的内底去得到自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要安怎去趁钱、用钱，阁袂贪财？圣经甲咱讲过，贪财就亲像拜偶像的内底。啊，是安怎？信主的人有哪会跋落伫贪财的捆绑的内底？啊，啥叫做贪财？伊看趁钱比敬拜上帝较重要。伊对追求主耶稣、含主耶稣的疼比钱较重要。啊！你讲我无咧，我真疼主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重点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8节，伊遮讲，咱的保罗先生甲咱讲，重点就是在知足啦。你要安怎会当趁钱、用钱、开钱袂贪钱，只有伫知足的内底。恁敢捌拄过有人甲你讲，我已经趁甲已经有够额，我绝对无要去趁啊？敢有？知足。保罗先生甲咱教，
咱认真做工，认真趁钱，认真食头路，认真加头章，认真做啥物货。但是重点就是无离安那贪恋的内底，就是爱知足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你末后的日子，我深深的相信，上帝的确会刷动伊的金银财宝，要交伫伊会当信任的人的手。上帝要甲末后的日子大震动，要交伫伊会当信任的信徒，伊的教会的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若想要过一个荣光上帝的名的生活，要过一个讨主欢喜的生活，绝对爱对贪的内底得到自由。第四点，咱来看13章14节，希伯来书13章14节，伊遮讲，因为恁伫咱无久长之地的城，是要超出迄个将来的。即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为第一节开始甲咱讲，啥物货是荣光上帝的生活。第四点，爱备办家己，要准备见主的面，备办家己见主的面。利非比人书第3章20节，伊讲咱是天顶的国民啊，咱是上帝国的国民啊。无论你地面上摕几个护照，美国护照、台湾护照、瓜地马拉护照，咱拢是天顶的国度的公民啊！咱的永远是上帝国的公民啊！所以，你若有知影即个重点，你就知影要安怎去备办家己，你迄一天要见即个上帝国的国王啊！所以，就对耶稣常常用俄乐做祭献予上帝。这就是圣灵主名的喙唇所结的果子。咱要活出一个讨主欢喜、被伊接纳的生命。咱第5点就是，咱爱每一天活日伫敬拜、感谢主的生活的内底。伊即个所在甲咱讲，希伯来书讲，咱爱活出一日敬拜、阿乐、感谢主的生活。是每一天生活，袂当甲信仰甲工作切割着。每一天起床，每一天的煞尾，敬拜上帝，毋是干主日的代志。敬拜上帝、阿乐上帝，毋是干伫小组的内底。有的人连伫小组内底都无咧阿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活出你一个敬拜、阿乐的生活。最后第6点，牧师有咧考虑，实在要讲毋讲，但是我陪甲。会记台语要安讲？郑厚安要甲咱讲第6点。本来我要讲5点尔，因为这第6点的经节写呢，有时候会误导人。牧师想要讲的是什么？但是不要紧，陪郑厚安13章17节，因带恁的，恁着听叹顺服因，因为因为着恁的灵魂咧警醒。是将来着家己摆咧个，恁着互因用欢喜来做，无因吐气，因为即个无利益因。然后再来看第7节，搁倒来第13章第7节。第7节伊遮讲，以前因带恁的，用上帝道理传互恁的人，恁着孝念因，看因行做的结局来学。因的信，做牧师的人真少爱讲这个经节，就好像讲，牧师是不是在间接说要顺服牧师，还是顺服我的小区长，还是顺服我的小组长？牧师第6点安尼讲，爱学习顺服真理者的教示，甲你教真理的人，你就顺服伊。牧师不愿意用到讲，只要是你的组长，你都要顺服啊！你的组长就活甲哩哩啦啦，教是真理的，你就顺服伊。第7节，伊就甲咱讲，你爱去看，以前教你的人，伊的生命结局是安怎？第7节，牧师真爱这个经文，伊讲从前引导你们的传神知道给你们的，你们要想念他们。效法那是好的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爱注意看，因为生命结尾是安怎？
所以咱伫咱的中间，也是咧做带人的，咧教死人的，没有到终点是没有算的。要留心看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。然后咱倒来再看17节，伊遮讲啊啦，依从即引导你们的，顺服，因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。英文用2字啦，依从伊用 obey， 顺服伊用 submit。依从就是讲你的 obey 就是讲你的行动、你的行为有听伊的。顺服是内心顺服伊，是一种的生命，感觉讲我顺服你的教示。你会当听一个人，你若讲伊是我的组长，伊讲啥我会当去做，但我的内心不一定顺服伊啊。你敢有拄着这个情形？敢有？我你讲一步，伊讲好，牧师我会做，那就不一样。但是伊这所在，伊讲，咱不但是伫行动，佮而且爱有内心的态度。17节佮甲拍出来，伊则讲，因为伊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。我毋是要讲遐互带的人，我要讲你咧带人的人，你有没有为着你在带着人的灵魂时刻警醒？你有咧为因祈祷无？还是你的责任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六我们全组的人一起聚餐？还是你在为着你在带着人的灵魂时刻警醒？当然，若是这款的领袖，咱要依从、要顺服，就很容易啊。当然，你的领袖不是的话，当然啦，他可能会依从，但是不一定顺服啊。伊遮讲，他们要交账的时候，牧师要甲恁讲，圣经的教示就是咱做领袖的人，你要为着你在带的羊，有一天要站在审判台前交账的。我即摆毋是咧讲这个人一定都要顺服、依从。我即摆要是对领袖讲，你们是要交账的。做国度的领袖，毋是咧做工头啊，是咧亲像咧萝卜咧咧服侍人啊。所以各位，你国度的内底要做领袖的人，爱会记一啦。咱就亲像爱你，有一天伫上帝面头前，咱来为着咱所带的人交涉讲。我有甲教无？我有甲教真理无？我有甲讲，甲提醒，甲警告讲，安尼袂使无？是你感觉讲这讲的就会冒犯，那就离开我的小组了。我小组就少了一对在交往的男女朋友。伊毋捌，伊臭屁，来甲教。你若甲教，伊毋听，当我们交账的时候就可以交账了。所以，牧师你这上17节伊遮讲啊啦，莫互因交的时阵忧愁啊，忧愁。我们要让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第6项，咱的生活要过一个讨主欢喜、荣光主的名的生活，是合伊的旨意，是被伊接纳的旨意，然后伊就会成就伫咱的生命。第6点，爱学习。顺服真理者的教示，我意思讲，咧教示你真理的人，你着爱听伊的话。伊若甲你教真理，你着顺服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伫这所在用希伯来书13章，安尼来甲咱分享。咱的生命要有荣耀主的生命。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站在审判台前的。你被带的人要交账，带的人也要交账。互每一个人在交涉的时阵，拢会当是欢喜的、兴奋的。你在带门徒的时候，能够带着快乐、喜乐，被带的人能够依从，能够顺服。你的内心，毋是敢听你的话做代志，而且是伊的内心顺服，是阿门的。
咱无爱带一群人，是敢讲好，啊，着你讲我着做，但是伊内心无影阿免。你敢捌拄过这？有啊，有啦，较会无。愿神今仔日讲笑咱，用希伯来书第13章，帮助咱每一位，大家好好的思考，好好的思考，好好的反省，一个眼光会决定你生命地上生命如何生活。这个眼光的意思是讲价值观，你的价值观是巴比伦的，还是神国的？基督徒最会用术语了，属灵的术语啊，要好好检查自己，你是用巴比伦的价值系统制度在过你的生命，还是用神国的？这行我望咱大家兄弟姊妹回去，好好思考反省。啊，你若有需要，再上网再听一次，再听一次。然后祷告，因为是你要站在审判台前，要站在审判台前。愿主援助帮助咱每一位，从今天就开始就可以了，过一个荣光主的名的生活，讨主欢喜的旨意的生活的人。通过希伯来书甲咱讲这6项去做，去听人，去帮助人，去服侍人，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活出一个无贪钱的生活。望上帝伫咱的中间做这个事，不要只是一时兴起。Do your best。尽你的力量向前奔走，向前奔走，继续追求主耶稣，和主伊丰盛的祝福临到你的心中。准做你地面上无领受到，有一天你天顶一定会领受到。咱做起立，阮知影你要做大事，你也永远魔鬼。你宣地扰乱、颠动、破坏、杀害，但是同时阵，你伫你的教会也要做大事。你伫信徒的生命、伫信徒的家庭内底，你要做水的事。主啊，愿祈祷，互阮活水每一位兄弟，每一位较无力，呼求你讲主，我愿意。愿你今日时含你入约讲，我要过着一个讨主欢喜、被你接纳的生活的方式，互阮的生命会当每一天荣光主的名，互阮每一天拢会当因为我的生命去利益着人，通过造就教会、起造教会会当发光作业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神今晚就来充满阮。充满阮每一位兄弟，充满阮，充满阮，圣神充满恁，靠主耶稣基督名，愿圣神大大做工伫你的心中，靠主耶稣基督名，伫你的生命大大做工，互你今仔日开始无搁再共款，今仔日开始你变做一个全新的人，全新的内心，全新的生命。全新的想法，全新的价值观，互恁不再一样。Never be the same, never be the same。真正向前奔走，向前奔走，直到走到主为你所设立的目标。将我走完上帝为你所设定的路站，拍完每一条主放伫你头前的征战。唔通放弃，唔通放弃。我甘愿10届跋倒，10届爬起来，都无愿意你无上帝无价值观的物件来成功。愿主祝福你，愿主帮助你，愿主帮助你，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互伊的面来光照你，赐恩惠施恩互你，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，
小祝你平安，阿门。